菲律宾的正副总统因为利益分配超袂平，对外立场阁无同，两个人是对徛斗袂捌。副总统杜特地甚至是公开放刁，若是伊去互暗杀，就会派人去追杀总统小马可仕。针对这款言论，小马可仕是指控讲已经犯刑诉罪，袂当甲听刑。 副总统萨拉杜特地威胁要暗杀总统小马可仕第一夫人丽莎加众议议长罗姆德斯，也就是小马可仕表亲的这话，和菲律宾国安体系政治高度警戒状态。军警马上提悬总统四周会的会案，司法部长也表示会传唤副总统进行调查。国家安全委员会指已经将这看作是国安问题。Kung ganun na lang kadali ang pagplano sa pagpatay ng isang presidente. Paano pa kaya ang mga pangkaraniwan na mamamayan? Yang ganyang kriminal na pagtatangka ay hindi dapat pinapalampas. Yan ay aking papalagan. 小马可仕甲杜特地是菲律宾两大政治家族，以2021年分别伫正副总统选举胜利，上台无偌久，就因为利益分配甲对外立场无共款这问题，关系是亲像水火共款。杜特地今年6月失去教育部长甲反叛乱机构负责人的职务，只保留副总统的身份。罗姆德斯最近大幅度减少副总统办公室1/3的预算，和双方的矛盾更较严重。 萨拉介意凊彩讲回大炮型的爸爸前总统罗德里戈杜特地共款，对马可仕家族是正歹声扫，只因贪腐无能对待杜特地家族甲支持者政治迫害。顶个月，伊阁向记者表示，甲马可仕关系极度恶化，已经想要砍掉伊的头。Pag-threat sa'yo, wala. Pag-threat sa kanila, national security. 菲律宾近40年来发生过2摆致命革命，甲10外摆失败军变，将副总统关系恶化，和军方立场成做外界高度注目焦点。参谋总长布劳纳自5伫三军总部参加升旗典礼时阵，提醒士兵保持专业，效忠宪法，毋是个人，毋通受政治事件影响。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